镜周刊报道，陆丽玲曾是艺人、演歌、主持样样行，还是台湾最早的专业模特儿。媒体称她是30多年前的林志玲。人生几经跌宕，最后让她站上舞台的头衔是远东饭店贵宾服务总监，结交政商名流，参加时尚派对，被视为一代社交名媛。然而光鲜亮丽的背后另有隐情，他气诉自己被工作压垮，前老板对他无情，也谈到婚姻与父亲的伤害，但他坚持展现华丽自信的一面，以绝对正向思考撑下去，度过层层难关。不论人生多么坎坷，他都有自己的一番解读。远东饭店顶楼餐厅简直是陆丽玲的伸展台，大片落地窗光线充足，还可以俯瞰整座台北精华区。你帮我看看这角度怎么样？好的。看看这光线是不是 OK？ 对，我这角度比较漂亮，左脸45度最好，手机也帮我拍2张。他身穿黑色雕花亮片装，铝空薄纱带有透视效果，山高般的短发加高跟长皮靴，让他更显高挑。眼影、腮红、手镯和指环装点点，胸前还有巴掌大的红牡丹，有时搭上披肩华丽转身，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。你肯定猜不到，眼前这人已经67岁了。一瞬间，我以为自己在看40年前的综艺节目歌舞秀。确实，陆丽玲是台湾第一代专业模特儿，除了唱歌、演戏，还主持过中视综艺节目《万紫千红》，由日前被长韩国瑜邀请代言的资深艺人张丽敏担任节目助理。他还当过华航空服员，举办第1届世界杯有氧比赛，出过畅销书，所有丰富的人生经历，全都浓缩在他图文并茂的名片上，数行头衔，多幅沙龙照，还有超过500字的自我介绍，密密麻麻的名片就是他的迷你履历表。1994年远东香格里拉饭店开幕，陆丽玲是首任贵宾服务总监，一做23年，这是她最知名的头衔。她因此常要接触政商名流，参加时尚派对，很多名牌在我们饭店办记者会，看我谈吐仪态不错，也发邀请函给我。我上班要接待总统等贵宾，穿黑白套装比较正式，晚上参加 party 来不及换装，就换上高筒球鞋。没想到杂志常登我照片，可能我打扮比较特别。他声音洪亮，节奏快速，说话尾音上扬，随时挂着和蔼的笑容，感觉斗志高昂，自信满满。延伸阅读，